想喺英國揾一個環境靚、高質素又有生活品味嘅地方，歡迎嚟到牛津郡裏面嘅一個小鎮叫做 Wallingford， 由 Berkeley Homes 打造嘅高端社區項目 Winterbrook Meadows。呢個地理位置一啲都唔簡單。前英國首相 Boris Johnson 佢所住嘅嗰間大屋就喺附近。呢度以寧靜安全、綠化地超多而聞名，氣氛相當之英倫。呢度附近仲會有好多間唔同嘅優質學校，包括公立學校同埋私立學校一應俱全。由屋苑行路就可以嚟到鎮中心，泰晤士河畔、coffee shop、餐廳、超級市場。揸車4分鐘就可以到最近嘅車站 Chelsea Station， 唔使1個鐘頭就可以到達倫敦 Paddington。揸車20分鐘到25分鐘左右，仲可以到達牛津同埋雷丁添。成個屋苑佔地65英畝，總共會有502套嘅房屋。咁我哋有唔同嘅房屋選擇嘅，咁分別會有 apartment 啦，1房同埋2房嘅 apartment， 分別會由27萬磅起，仲送埋停車位添。至於永久業權嘅屋仔，有3房、4房同埋5房，而3房嘅屋仔唔使50萬就可以到手㗎啦。另外我哋都會有2房嘅 coach house 俾大家唔同嘅選擇。我哋嘅屋仔全部都以高規格嘅交樓標準，設計典雅，用料講究。我哋有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地下呢一層仲會有地暖，而且每間屋都有節能設備，包括電動車嘅充電頭同埋太陽能板，而且每間屋都會有自己嘅花園，住得舒適又安心。Winterbrook Meadows 係牛津郡裡面嘅寧靜綠洲，等你真正享受英倫生活嘅每一日。